伫中央甲地方的合作，总共投入41亿外，兴建安平再生水厂、环境教育中心、输水的管线甲高阶的处理设施。其中再生水厂外观延续水为主题，台南市第一座以水资源保育为主题的教育中心，上午举行开幕式，包括中央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国科会南部科学园区。以及这位民意代表拢到场出席，场面热烈。请剪彩，台南市安平再生水厂环教中心正式开幕，掌声鼓励，谢谢。安平污水处理厂能够发展到这个地步，能够再生水的使用，真的是不容易哈。尤其在去年抗案的时机，这个真正的发挥它应有的这个功效，也让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再生水发挥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功用非常大的功用。虽然今年好像比较不欠水了，但是我想这个是整个永续发展，未来包括这个我们南科园区 AI 等等这个产业的发展，一定需要大量的水源所以这个后续还是期望我们这个整个我们台南市政府的这个团队还有我们这个我们新达等等这些再生水方面的这个专家在协助我们这个再生水源的开发。市长黄伟特表示，水是珍贵的资源之一，但台湾因为地形的关系，保留不容易，被联合国列为欠水的地区之一，因此珍惜并且善用水资源就相当的重要。平均我们台南每天一天的民生用水加上产业用水大概110万吨每天，所以一年乘以365，大概要4亿吨。那4亿吨如果曾文水库装满了就够了。可是问题不是，因为我们还要农业用水，农业用水一期到做就要2亿5千万吨，2期到做就是5亿吨起跳，再加上其他的杂粮啦这个其实我们水不够的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再生水的开辟，以及更多的水的资源的开辟是有其必要，而且是一定要的。水利局表示，再生水的计划关系到南部科学园区各科技产业的用水问题。目前全市包括安平、永康加仁德3座再生水厂，一天会用提供6.3万吨的再生水，予南部科学园区来调配使用。其中安平的部分大约占3.75万吨，未来将增加到每天6万吨。目前安平再生水厂环境教育中心内部设有 AR 加 VR 以及多媒体体感活动设施。伫开幕头一天，有幼稚园的小朋友实地来参访，希望会用予民众实地体验水资源的重要性。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